我们这把手冲起来了，你把这冲起来了。那不是2个手都没的。我妈还两次的，哎呦老哟，哎呦，哎空姐，他们空姐，那个空姐的，停了，去干什么趴点了嘛？我是这场比赛已经可以入选欧冠联赛今年亚军的实力，哇，这个打得太漂亮了！高高，假动作，高手运员动下巴，不为所动，完成了一个下巴。躲开了中场，转身后卫。希望兄弟这个希望如果用兄弟来讲，对，点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当过。两个人现在其实手背，我相信都是有几百斤的重量。你看到危机的有效的杀伤力。两个人现在脸都肿上了。现在你要说前的脸肿的厉害，相对来说必须的，上了白队上的话，有点差距越多了半格。而且又是主场优势，如果场地方面不跟接对手的话，当然难说啊。今天的比赛，表演超人拳，不仅要西装，顶前手，上头